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1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1篇，列王记上卷17章第1节到16节，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中。基督徒的使命就亲像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甲埃及人同款。因需要去为着生活的选择，是要跟对上帝的光明，还是来跟对偶像的黑暗？因为人若离开上帝，就进入黑暗，就必定家己爱去面对所拄着一切环境甲困难。就算是讲上帝看顾保守并且祝福的以色列人，当因伫因的生活接续生活了，却经常来离开上帝的道路，去敬拜偶像。以利亚嘛有言要爱有这个抗限来发生。咱看见伫列王记上卷17章第1节到16节的记载，当伫基列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讲：“我知我所服侍永远的上主，以色列的上帝救主。这几年我若无祈求，就无落水，嘛袂落雨。上主的话确实临到伫以利亚讲：你着离开这，西对东边去，你踮约旦河的东势基利溪边，你要啉迄条溪的水。我已经命令乌鸦伫遐降给你。”伊就照上帝的话去踮伫约旦东势的基利溪。逐日伫早起时甲日落的时，乌鸦拢带饼甲肉来互伊。伊啉溪里的水，后来溪水干，因为迄个所在无落雨。上主的话临到伫以利亚讲：“起来，去西顿的撒勒法住踮遐。我已经命令迄所在一个寡妇来降给你。”伊就起来去伫撒勒法，伫到城门的时阵，拄着一个寡妇伫遐咧抾茶。以利亚就叫伊讲，请用器具舀淡薄水互我啉。伊就去舀水的时阵，以利亚佮甲伊讲，顺续摕一块薄饼，淡薄饼来互我食。负责人讲：“我记得永远上主你的上帝救主，我连一块饼都拢无。桶仔内只有剩一饼面粉，盘内嘛只有一丝仔油。你看，我甲这2支茶倒去，为着我甲我的囝做饼，阮食了后就要等死。”以利亚甲伊讲：“免惊，你去照你所讲的去做，毋过但先做一块幼块饼互我。然后为着你甲你的囝做饼，因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桶内面粉袂减少，盘内的油用袂了，直到上主落雨迄日。”负责人就照以利亚的话讲，以利亚负责人甲伊厝内的人食真侪日，拄照着上主通过以利亚所讲的，桶内的面粉无了，盘内的油无减。
上帝甲伊利亚讲，无需要烦恼，顺服上帝的带领，就要得到水啉，得到饼食，得到肉食。不但安尼，上帝又搁找一位寡妇来供给伊一些的先知。但是事实上，这位寡妇并无有什么物件，就亲像迄个时代所有的寡妇同款。因搁较是剩一顿通好食，上帝请着伊利亚为着这个物件带来祝福，互因的油，互因的面粉会通无断，因为上帝恩典赏赐因性命的光，无搁在换伫黑暗中间。基督徒接受着耶稣基督，诚做说上帝伫所听的儿女。因此，就必须爱学习基督，活伫耶稣基督的光明中间。有所书第5章第1节到14节，保罗劝勉基督徒：既然恁是上帝所定的囝，就学伊言行举止，就有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，献互上帝。既然恁是上帝的子民，一切的淫乱、污秽，也是贪欲的事，伫恁中间连讲拢毋通，嘛毋通讲声淫、粗俗，也是下流的话。反倒当着感谢，就确实知淫乱、污秽、贪乱的人。贪乱是一种拜偶像、基督甲上帝的国。绝对无因的份，毋通互人空洞的话甲恁袂去。上帝会受气，会为着这个代志临到伫遐会背逆伊的人，所以毋通甲迄款的人交叉。恁以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做属主的，伫光明的中间。行做着有光明囝子的款式，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。着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，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得做无路用的代志，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，因暗坎坎。在做的，连讲拢见效，一切互光暴露的就显明出来。因为甲一切显明出来的是光，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得困的人起来，就对世人中间爬起来，基督要甲你照光。无入捌耶稣基督真正人是活伫迄个黑暗的中间，接受着基督。救恩了后，就活伫光明的中间，就爱活出亲像伫光明中的人，因为光明结出一切丰盛的果子，会通分辨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事。诗篇81篇，上帝是咱的归来，着大声称赞伊。着唱歌称赞雅各的上帝，着唱诗歌摇铃动啊鼓，弹好听的琴啊瑟。伫7月15，咱会节期的日分扫角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定的规律。是雅各的上帝为着因瑟的礼仪，因攻击埃及地的时，有甲以色列的子民立约。伫遐，我听见以前毋捌听到的话。上帝讲：我将因肩头顶的重担来刷开，互因放落手所寒重的拿。恁伫患难中求叫，我有该救恁，我就对雷在弹的密云中间应答伊。伫你米利巴的水泉边试验恁。
我的子民，恁着听。我要警告恁以色列啦，我若年5万，恁听谈我，因中间毋通有别个神明，外邦的神明，恁毋通跪拜。那是上主恁的上帝，我捌带恁对埃及地起来，恁的喙大开，我就互恁巴足。毋过我的子民毋听我的话，以色列拢毋插我就处在因心里，互因照家己所爱去行。我若年5万，我的子民听谈我。以色列肯定我的路，我就紧会压制因的对敌，用手倒袂攻击因的对敌。怨恨上主的人会伫伊的面前衰退，因为永远受刑罚。上主要用好的物，互以色列食，用对照搬出的物，互因满足。感谢主拯救阮出黑暗入光明，求主帮助阮追求行伫你光明中，也求主使用阮诚做照光别人的光，互阮拢得到帮助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